第三章，该撒提比留在位第15年，本州比列多做犹太巡抚，希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，伊的兄弟腓力做以土利亚甲特列科尼的所在分封的王，路撒列做阿比利尼分封的王，阿那甲该阿法做大祭司。迄时撒加利亚的囝约翰伫旷野，上帝的话临到伊，伊就来到约旦河一带的所在，宣讲悔改的洗礼，互罪得到赦。拄亲像先知以赛亚册顶所记的话讲，伫旷野有人的声话着讲，有被主的道，修直伊的路，一切的山崖拢要填平，大小山冈拢要卸平，弯弯翘翘的所在要过做正直，悬悬低低的道路要过做平坦，凡若有血气的，拢要看见上帝的救恩。约翰对迄出来受伊洗礼的证人讲，毒蛇的种类，一罪只是恁闪避将来的受气呢？恁就结出果子来，甲悔改的心相合，毋通家己心内讲，有亚伯拉罕做阮的祖宗。我甲恁讲，上帝会对这的石头中，甲亚伯拉罕兴起子孙。现在捕头已经下伫树根顶，凡若无结好果子的树，就错落来，歇伫迄内。证人问伊讲，安尼，阮着做什么呢？约翰因讲，有2领3个，着分互迄无的；有食物的，也着安尼行。阁有细儿来要受洗礼，问伊讲，先生，阮着做什么呢？约翰讲，除了例定的数目，毋通做体。阁有兵丁问伊讲，阮着做什么呢？约翰讲，毋通用强暴款待人，也毋通误诈人，家己有钱粮就着知足。百姓仰望基督来的时阵，人拢心内猜疑，或者约翰是基督。约翰讲，我是用水甲恁行洗礼，总是有一位能力比我较大的要来，我就是甲伊头围大，也是袂配的。伊要用圣灵甲火，甲恁行洗礼。伊手内摕着簸箕，要簸净伊的场，将麦收伫仓内，将糠用未灭的火烧尽啊。约翰阁用真多别的话考劝百姓，向因传福音，只是分封王希律，因为伊兄弟的妇人人希罗底的缘故，阁因为所行的一切的歹事，受约翰的责备，阁另外添一项，就是将约翰收伫监里。众百姓拢受洗，耶稣也受洗礼。拄基督的时阵，天就开了，圣灵降临伫伊身顶，形状仿佛钱仔。阁有声音对天顶来讲，你是我的疼囝，我欢喜你。耶稣起头传道，年纪约有30岁，照人看来，伊是约瑟的囝，约瑟是希利的囝，希利是马塔的囝，马塔是利未的囝，利未是麦基的囝，
灭基是亚那的囝，亚那是约瑟的囝，约瑟是马他提亚的囝，马他提亚是阿摩斯的囝，阿摩斯是拿红的囝，拿红是以斯利的囝，以斯利是拿该的囝，拿该是马押的囝，马押是马他提亚的囝，马他提亚是西米的囝，西米是约瑟的囝，约瑟是犹大的囝，犹大是约阿那的囝，约阿那是利撒的囝，利撒是所罗巴伯的囝，所罗巴伯是撒利铁的囝，撒利铁是尼利的囝，尼利是灭基的囝，灭基是阿底的囝，阿底是高松的囝，高松是以摩东的囝，以摩东是尼的囝，尼是约瑟的囝，约瑟是以利以谢的囝，以利以谢是约灵的囝，约灵是马塔的囝，马塔是利未的囝，利未是西面的囝，西面是犹大的囝，犹大是约瑟的囝，约瑟是约兰的囝，约兰是以利亚撒的囝，以利亚撒是米利亚的囝，米利亚是麦兰的囝，麦兰是马达他的囝，马达他是拿单的囝，拿单是大卫的囝，大卫是亚西的囝，亚西是俄比德的囝，俄比德是波阿斯的囝，波阿斯是撒文的囝，撒文是拿顺的囝，拿顺是阿米拿达的囝，阿米拿达是阿兰的囝，阿兰是希苏伦的囝，希苏伦是法勒斯的囝，法勒斯是犹大的囝，犹大是雅各的囝，雅各是以撒的囝，以撒是阿伯利罕的囝，阿伯利罕是他列的囝，他列是拿霍的囝，拿霍是西洛的囝，西洛是列俄的囝，列俄是法勒的囝，法勒是希别的囝，希别是沙列的囝，沙列是该南的囝，该南是阿法萨的囝，阿法萨是闪的囝，闪是拿阿的囝，拿阿是列灭的囝，列灭是马托撒列的囝，马托撒列是以诺的囝，以诺是雅列的囝，雅列是马列列的囝，马列列是该南的囝，该南是以脑苏的囝，以脑苏是色德的囝，色德是阿当的囝，阿当是上帝的囝。